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真欢喜头一届来恁中间，甲恁讲道敬拜上帝。听我的台语听起来就艰苦的哈，歹势我都用台语讲道，我会使用台语讲话哈。我今日还是要用华语跟恁讲道。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信息：耶稣是上帝来拯救我们。我在安提阿教会做牧师，在温哥华也是待了30多年，很高兴今天可以跟你们一起来敬拜神。虽然圣诞节刚刚过了，但是我们敬拜的这位耶稣呢，每天都是在我们的话题当中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，是上帝来陪伴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方式。华语有清楚哈，可以哈 ，OK。上帝他从永恒 （eternity） 从非常非常的遥远的永恒，来到了我们的当中。你有想象在宇宙的另外一端到另外一端，用光来走，要150亿年这样一个距离。上帝比这个距离还要遥远，跟我们的距离还要遥远。是上帝来到了我们的人世间。他不是要走150亿年来，他突然之间就来到了我们当中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是上帝来陪伴我们。那陪伴呢？这个字在英文叫 companion。如果你不太熟英文没有关系companion 呢，它是2个字构成的，一个是 come， 就是一起 with together 一起 ，panion 就是面包。在拉丁文里面是面包，但台语讲叫胖胖就是在拉丁文就是胖 panis 胖，同样的字从法文过来的。所以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来陪伴我们，是来跟我们分享叫胖，一起分享食物，吃饼吃面包吃饭，跟我们一起分享。他要用什么来跟我们分享呢？用他永恒的生命，用他的爱，用他的宝血，用他的身体来跟我们分享。他来了，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们。耶稣是上帝从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，我们是罪人，他不能靠近我们，但是他来到了我们当中，神来到人当中，成为一个婴孩，这个婴孩叫做耶稣。你喜不喜欢耶稣来陪伴你呢？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是不是？当耶稣，上帝在耶稣的里面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让很多人很惊讶。他的妈妈玛利亚非常的惊讶，因为他妈妈突然间怀孕了。他妈妈是一个非常正直、非常的圣洁的一个女孩子，她没有发生任何不对的事情，她突然间怀孕，圣灵告诉她怀孕了。那这件事情合不合科学？不合科学，科学上没有这样的事情。没有不经过男女的结合，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孩子呢？这件事情不合科学。但是在古代，在耶稣之前700年，就以赛亚的预言就说到：看哪，必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，你要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。玛利亚很惊讶，很 surprise， 哇，怎么会？我没有结婚，我没有跟任何人有关系，为什么我会怀孕？他的未婚夫约瑟也非常的 surprise， 很惊讶。约瑟知道他的未婚妻玛利亚是一个很正直的人，很正派的人，他没有做任何不对的事情，但他怎么会怀孕了呢？约瑟也非常的 surprise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神来到人当中呢，人没有预备好，突然之间神就来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没有办法理解。神来到了我们当中。这件事情完全不合科学。如果有科学信科学的跟我们说，你们基督教这样讲了，我不相信，不合科学。我们的回答是什么？对，不合科学，我知道它不合科学，所以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神迹。不合科学的事情发生了，这叫做 miracle， 叫做神迹。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想？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？这个上帝在做事情，他从来就是不用
不是拿一个已经做好的东西去变成另外一个东西。这个上帝都是用他讲话，没有任何东西在这里，他说有就有，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。他用这样子讲话的能力，创造这个这么大的宇宙，创造我们这么一个复杂的人。上帝从没有任何东西创造出生命，创造出宇宙来，合不合科学？不合科学，科学没有办法接受解释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呢，这是上帝做事的方法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上帝，如果这世界上有一位上帝，他是用讲话创造出这个世界复杂的世界来，那他让玛利亚生一个 baby， 有没有困难？这是可以接受，是可以发生的。如果有这样一位上帝，如果这个世界是他造出来的，他用同样的方法，他可以让玛利亚生耶稣出来。所以耶稣的来到是完全不是我们的人的理性、我们的科学的观念可以接受解释的，你没有办法解释，这是上帝奇妙的大作为。天使来告诉约瑟说，你要给这个 baby 取一个名字，取一个什么名字呢？耶稣啊！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讲法？耶稣啊，这是希伯来文，耶稣他讲话的希伯来文，他的名字的发音就是叫耶稣啊。耶稣，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在当时犹太人有很多人叫做耶稣，很多人取名字叫耶稣，好像我们台湾人那吼名都就爱吼起来，台语的男生，建雄，好，那女生呢就是桂美。对不起，你们当中有桂美的人，我不认识你们。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，耶稣。对于犹太人来讲，很多人他们希望叫他们的孩子叫耶稣，因为耶稣的意思就是拯救，因为他们生活很苦，他们希望上帝来拯救他们。但是呢，天使来告诉玛利亚，你要给这个孩子取名叫耶稣，不一样啊，这跟隔壁家那个叫耶稣的孩子是不一样，因为呢，这个孩子他的性格、他的命运已经被确定了，他是神来到的我们当中，他不是隔壁厝边的那个耶稣，他是上帝耶和华来拯救你们，耶和华要来拯救你们的意思。所以天使来告诉玛利亚、约瑟，你要给他叫耶稣呢，又给他们一个 surprise， 哇，哎呦，这个有这么特别吗？这个孩子有跟别的名字跟别的孩子不一样。这个孩子的来到，耶的意思呢？耶稣、亚稣，耶的意思就是上帝耶和华的那个名字的简称。那兄弟描写亚和华啊，耶和华的简称。稣呢，就是拯救。所以耶稣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上帝要来拯救我们。这个孩子一出生，他的命运、他的未来、他的使命跟隔壁的邻居不一样，他已经被确定。他是在人们在最黑暗、最危险、最艰难的时刻，上帝要进到人世间来，上帝的手伸到人的当中来，要拯救人，要帮助别人。所以耶稣的来到是带着上帝非常大的爱跟能力来到我们的当中。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处境，你不要绝望，你不要放弃，你不要过度的担心，因为上帝一定会拯救我们。所以当我们讲咱拜耶稣，咱信耶稣，当我们讲到耶稣耶稣啊，求你来救我，当你讲到耶稣这两个字的时候，你就是在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来拯救我。我在这样一个处境，我的身体不舒服，我的家里有这个问题，我的孩子有那个问题，我的财务有这个问题，我的谁他有婚姻的问题，一大堆的问题发生。耶稣啊，耶稣，上帝，你来拯救我。这就是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目的。耶稣不是一个插头，我在那拜。耶稣是一位神来到了我们当中，伸出大能的手，要把我们从困难、从罪恶里面把我们救出来。好，天使就解释了，
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呢，是上帝要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，好像这个人快要掉到水里面去，伸出手来把他从水里面拉上来。他在罪恶里面快要不能呼吸了，水快要淹到鼻子了，上帝来把他从水里面拉上来。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，当我们年纪越大，我们越经验到苦难。我有一个心爱的人，我的太太，她在2019年呢，在英国拿到博士学位。她为了上帝去读博士，读灵修神学。她的研究是帮助忧郁症患者可以经验到上帝的恩典。她被哈佛大学的医学院很肯定，她的研究非常的杰出。但是呢，同一年，2019年，去年，她不是去年，2019年是3年前。3年前，他在上半年拿到博士学位，下半年他就确诊得到肺癌。去年2022年5月，他离开世界。我一直在问上帝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他为了你去读博士，他读到了；他要为了你工作，为什么他得到癌症？为什么你不要救他？为什么他就死了？我整个去年到今年，我都非常非常的悲伤难过。这世界有非常多的苦难，这些苦难有的时候是因为别人做错事情害到我，有的时候呢是我自己做错事情，我自己伤害到自己。比如说你不应该抽烟，那你要去抽烟，那你是不是对你的肺会不健康？可是我的太太没有抽烟，为什么她要得到癌症？没有办法解释。有时候是别人的罪，有时候是自己的罪，有时候是没有任何人的错，苦难就临到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解释。他是一个牧师，我也是一个牧师，可是他还是经历死亡，我也经历死亡。罪恶会把我们所爱的，把我们的喜乐，把我们的安慰被夺走，这叫做苦难。什么叫做苦难？苦难就是我最喜爱的，我最快乐的事情，你没有经过我同意，你就把它抢走了，我没有了，我在一个苦难当中。很多的世界上的哲学、宗教、佛教、印度教，各式各样的宗教还有哲学，都在帮助人去面对苦难，去面对罪恶的问题。在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是希腊哲学。希腊哲学呢，他们教我们说，你只要活在现在，你不要活在未来，你活在现在，不要对未来有期望，不要让未来有任何东西呢，你想要去得到它，因为呢，你得不到的时候，你就有苦难了。那你最好就不要去等待，不要去得到它。那会讲，就有道理哈，你不要期待任何的事情。譬如说，他说有一个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，他说晚上你要去看你的看你的孙啊，看你的囡啊，要困了 ，kiss good night， 你要亲他的时候呢，你要跟自己讲，你不要那么爱他，因为搞不好你明天就死了，或者他明天就死了，你不要那么爱他如果你不要那么爱他呢，你就不会后悔。你太爱他了，所以当你失去他的时候，你很痛苦，你会后悔。印度的宗教告诉我们说呢，苦难是一种幻觉，一种 delusion， 一种幻觉。世界上没有苦难这个事情，也没有善，也没有恶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是你的幻觉，你想出善，想出恶来，所以你会有苦难。这样听起来好像也很有道理，是不是？那我就在想，那为什么我失去我太太我这么难过呢？那是不是因为我太爱我太太错掉了？我不应该那么爱我太太，所以她死掉的时候呢，我就不会那么难过。那难道我爱我太太错掉了吗？我应该怪我自己。你今天为什么那么痛苦，那么难过？因为你不应该那么爱她呀。他们觉得这些东西，苦难跟善跟恶都是一种幻觉。这一些思想呢，存在于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之前，在东方、印度、在中国，
在西方，在希腊世界、地中海世界，普遍存在这样的思想。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人间，他带领我们去面对罪恶跟苦难的方式，跟东方的宗教、跟西方的哲学是完全不一样。他不是用智慧哲学去解释苦难的问题，或者让你得到一点点的安慰。他也不是借着冥想 mindfulness， 借着冥想呢，让你不要在这苦难当中打转，让你跳出苦难。耶稣基督不是用这样的方式。当上帝从遥远永恒来到人世间的时候，他来到我们当中，耶稣借着2件事情来帮助我们脱离罪恶跟苦难的问题。他有肉身，他借着有肉身。如果上帝没有肉身，你能够把上帝钉在十字架上吗？可能吗？上帝是灵，你怎么样把一个灵钉在十字架上？你抓也抓不到他。当上帝成为一个肉身的时候，人可以把这个有肉身的上帝钉在十字架上。他借着上十字架，他死在十字架上。如果他不成为人，上帝是不会死亡的。但是他成为人的时候，他可以进入到死亡。他的死亡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和慈爱这2个要求。譬如说，我的名字叫白恩石啊，白恩石。如果有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告我，说白恩石这个人他是一个罪人，你不要看他是牧师在讲道哦，他是一个罪人，他犯过什么样的罪，他是一个罪人。那我就很羞愧说啊，上帝很丢脸，我是一个罪人。那耶稣怎么样面对我呢？耶稣说：“你说的没错，白恩石这个人他是一个罪人，但是我为了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罪已经被我赦免了。他所有该被处罚的罪恶，我耶稣已经替他承担了，他可以没有罪的离开了。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？因为本来是我要死在那边，他替我死，我的罪可以得到赦免，我可以脱离苦难。这是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一个最重要的第一个他所成就的事情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别人嘲笑他说：“下来呀，下来呀！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下来呀！你能够救别人，你为什么不能救你自己呢？”记不记得圣经里讲这个话？你证明一下你是神啊，你下来呀！但是耶稣没有要下来，耶稣心里面可能这样回答说：“我不救我自己，所以我才能够救他们。对我来讲，正是因为耶稣不能救他自己，所以我白恩石才得到了拯救。如果耶稣要救他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的罪就不能得到赦免。”这是耶稣借着死亡解决罪恶跟苦难的方式，第一个方式。第二个方式呢，生命的现象是很残酷的。生命的现象为什么说是很残酷？因为生命是 irreversible， 是不能够逆转的。它往前走，它就不能够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。我上个礼拜呢，才刚从纽约、从多伦多回来，我的孩子在那边工作。那我去东部呢，去买车票，坐那个 Via Rail， 从这个多伦多坐到郊外的城市去看我的孩子。我买车票的时候，他们就问我说：“啊，你几岁？”用英文问了啊，问几岁？那我就打60，我今年60岁了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哦，你可以买老人票了。”你可以买老人票。我当时一听呢，我心里面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因为我已经买老人票了，虽然可以给我打一点折扣，说哇天哪，我太太去年过世，我现在已经变老人了，我变成是高大老人啊，那我一点都不能够高兴起来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年轻的时候到少年，到青年，然后到老年，我们的生命是一直的往我们的终点去，不能够回到年轻的时候，过去那些美好的事情再也不能够重新再来一遍。
生命最可怕的地方是它不能够逆转，这叫做死亡。所以有些哲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出生就是在面对死亡，就是在等待死亡。那何必出生呢？你出生就要死亡了。生命是这样一个很残酷的现象，它不能够，它走过去了，它再也不能回来了。你可以把头发染黑，但是你不能把自己的年纪呢变轻了，它就是过去了，就是没了。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使生命成为可以逆转、可以转变过来。没有任何一个世界上的宗教跟哲学告诉我们，生命可以回来，可以逆转，生命就是去了就没有了。但是耶稣借着他从死里面复活，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所有美好的事物，所有我们生命中所经过的一切的美善，都有一天他要重新再回来。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借着死，他把死呢摧毁了。懂意思吗？死这件事情，他死掉了，他没有了，因为耶稣把它摧毁了。耶稣借着复活，使所有的美好的事情都可以重新再回来。我们的生命可以期待，可以有盼望。佛教、印度教、希腊哲学都告诉我们不要盼望，你盼望就会有愁苦，你盼望了又给衰，你不应该期望，因为所有事情都不会发生的，所以你越期望你就越痛苦。但是耶稣的从死里复活，就告诉我们你要有盼望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会有盼望，所有美好的事情要重新的回到我们的身边来，我们要重新经验比过去的美好、更美好、更棒的事情。因为复活就是使那个不能够逆转的生命呢，重新可以再回来，而且变得更好。所以想到耶稣复活这件事情，我就很期待，有一天我的太太要复活，有一天我会死掉，我也要复活，我可以再去拥抱她，我可以去抓住她的手，跟她见面。我不但可以拥抱我所爱的人，我还可以去拥抱伤害过我的人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有没有被伤害过？我们恨不得搬到加拿大来，再也不要看到他了。但是复活使我们所有人与人之间的仇恨、罪恶，可以完全的被解除掉。我们可以抱我们所爱的人，我们甚至可以抱那个伤害过我们的人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耶稣来拯救我们。上帝借着天使告诉玛利亚跟约瑟，耶稣的名字是上帝来拯救，上帝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拯救我们。所以你要有盼望，无论你是身体不舒服，你有很多的愁苦的事情，你要有盼望，在耶稣里面，有一天所有的事情、美好的事情，借着复活的大能，要重新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你可以重新去享受比过去的美好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我们可以有真实的盼望跟爱。佛教、印度教叫我们不要盼望，不要爱，越爱你就会越失望，越痛苦。可是复活使我们里面有真实的爱，我可以去爱别人，因为呢，所有的罪恶会被耶稣基督解除了，在十字架上解除了，它可以带给我们新的盼望。所以借着死亡，罪恶死掉了，借着复活，美好的未来要开始。所以我们可以期待有一天耶稣再来，要让所有的人从死里复活过来，我们可以有个全新的生命的开始。耶稣的名字，天使进一步解释叫做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，台湾话按哪讲？以马内利，我的发音不是很好听。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？上帝与我们同在。在古代有一个教父叫奥古斯丁，在第5世纪的时候，非常重要的一个教父奥古斯丁，他说：“上帝比你更靠近你自己。”再想一遍这句话，我是不是很靠近我自己？
你没有办法靠近我，像我靠近我自己，对不对？可是有很多的时候，当我想到我太太过世了，我非常非常的伤痛、哭泣，我好像跟我自己是分离的，我没有办法，别人不能靠近我，我也没办法靠近我自己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他比我更加的靠近我自己。他在我哭泣的时候，他在我难过、在我绝望的时候，他比我更靠近我自己。这叫做以马内利。无论在任何处境当中，你很开心，或者你很难过、很失望，耶稣是以马内利，他非常非常的靠近，他可以聆听你的哭泣，他可以拥抱你，他可以赐给你盼望，赐给你安慰的力量。所以，上帝派耶稣到我们当中来做我们的陪伴者。你愿意耶稣成为你的陪伴者吗？愿意吗？永远不会离开你，比你的丈夫、比你的太太、比你的孩子、比你自己更加的了解你自己，更加的靠近你。他可以陪伴我们，一直到我们有一天再见他的面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谢谢你付这么大的代价，来到了人世间，找到了我，找到了我们当中的每一位。你进入到我们的世界里面，成为我们的陪伴者。感谢你，无论我们在忧愁、在伤痛、在疾病、在绝望，主耶稣，求你来到我们的生命中，靠近我们，使我们从你得到安慰和盼望。祷告奉耶稣的名。